專為女士而設嘅蒙羅麗莎的秘密。佢採用專利嘅植物萃取同埋珍貴嘅成分配製而成，可以幫助女士展現我哋真正嘅魅力，喺親密關係之中更加自信。佢有獨家特製嘅配方，有好多專利植物嘅萃取，提升性敏感。野葛根可以調節我哋女性嘅荷爾蒙，卡奇花薙瑪有效平衡體內嘅雌激素水平，天然嘅紅甜菜減少體內嘅炎症，天然香橙果同埋百香果促進女性嘅整體健康。佢嘅8大功效係平衡體內嘅荷爾蒙，改善內分泌，收緊面部肌膚同埋下垂嘅皮膚，達到 S 曲線，仲幫助我哋調整經期，改善經痛，加強同埋收緊陰道壁肌肉，促進血液循環，令到面色紅潤，回復青春柔軟滋潤，協調夫妻生活，提升受孕嘅機會。每一包蒙羅麗莎嘅秘密都令你嘅私密處更加健康，提升你嘅女性魅力。